讲到桃园这场南门市场做超过60档咯，公有甲周边的摊商加起来超过800档。只要到南门市场行一转，所有生活需要品拢会当买甲交齐，是在地人记忆上深刻的传统市场。即摆一把火甲烧掉咯，在地人讲真唔甘，摊贩嘛是目屎甘目甜，讲这个南门市场是外家。 火车站拍花无偌久，业者着急行要去金岛的中药行，店面内底壁倒电器拢扣分甲乌麻麻，几十万的药材嘛拢全部爱拼起杀。中药材现在都很贵嘛，应该5、60差不多。要重新装潢、要整理的话，3、5个月要哦。搁有卖鱼仔的，才开百外万种货，就拄着大火，有几若10万起跳，几若100万的目夫。业者财损歹估计，恢复时间唔知爱等几个月。 加上的包装都甲拆开拍打，救偌济算偌济，嘛按算俗俗个卖。我在换，现在这时候就该换冬天的，所以损失不知道没办法估计。个卖猪肉，因为疫情改卖姜母鸭，想要到猪肉改金针，佮拄着火烧厝，客单位专家煞烧甲无去，真事激动，想着就伤心。南门市场就像我家一样，就像我妈妈一样。 我们家失火了，你们说我不伤心吗？南门市场若伫咧41年前改建，嘛早就伫咧民国40多年就已经成样，是当地传统市场内底最上久的。地点伫咧中山路、三民路、南华街所在闹热，交通嘛利便，是在地居民拢知影的所在。公有加上周边超过800档，是经济部旧年度3000的优良市集。其实钱再赚就有啦，它主要是能让我们尽快营业。 对我们真的没办法营业的话，这些日常的生活开销其实会压力蛮大的。还没有重建完成以前的这个中继市场，我们会尽快找邻近的地方，能够整理一下，让我们的摊商能够到附近去营业，不要影响到他们的生计。日子嘛是爱过，真济头家目屎甘泪，脚步徛在重新出发，希望当赶紧找到所在，先做生理，为着生活，猛赚卡袂散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 频道。